各位大家来参加台语沙龙讲座的友情吼，真欢喜今日即个有了以后吼，咱第一场主持伫遮邀请到朱慧显律师来甲咱分享伊过去编辑采访吼，就是我过程甲伊是安怎会想要用台语吼来发表伊一寡想法，也是讲用台语演讲吼的一寡。心情啦吼，甲大家分享安尼。其实吼，咱即位讲者呢，我嘛毋知影熟悉你几档啊？可能这个30档有无？差不多有啦吼，这老朋友啦吼。长久以来拢是看伊一直有咧写作，采访真侪台湾真侪人物啦吼。毋过伊今日真客气吼，拢无早找来，就是有迄个28编访甲转型正义这本册，伊是主编啦吼，搁有之前有迄个咧采访台湾历史人物，迄是想为台湾做一件事，这本册吼，想要为台湾做一件代志，这本册这嘛是伊去采访吼真侪人吼所写的，所以有趣味的朋友，应该还阁有拢有册啦吼，会当大家去册条，也是讲网络看者吼，其实是真精彩的真侪故事，拢是伊。一个去采访，包括迄个苏有平先生，吼，虽然讲可能无出册啦，吼，毋过也有采访一寡政治犯，或者是真侪历史上的人物就对吼，所以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到慧显来甲咱分享伊的这个过程安尼吼。咱时间的关系，就先甲麦克风就直接来请慧显开始吼。咱歌声佮鼓励者吼。大家阿曼，阿曼，今仔我要讲的主题是台语转型正义。下面我要为我人生的3个阶段来说明我对台语转型正义的看法。第一个阶段是我细汉的台语经验。第二个阶段是我用台语采访的经验。第三个阶段是我用台语演讲的经验。我细汉的台语经验，这个部分我要甲各位分享2个故事。第一个故事，阮阿公教我的台语。伫咧要讲即个故事进前，大家会当先想看卖。你细汉的时阵，厝的长辈，你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因有教你讲台语无？因敢有教你讲啥物较深刻的台语？即摆我要甲各位分享的是。我阿公教我的台语，这是我4、5岁的时阵，时间是50年前。我会记得，我还阁较细汉的时阵，阮阿公捌教我一寡日常生活中的日语，比如讲早起起床爱讲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日时就爱讲こんにちは。尾仔仔就爱讲空邦话，暗时要困，阮阿公阁叫我讲，爱讲哦，乌鸦苏米那塞。做囡仔时代，因为这物件拢真长，但是阿公一工一工教，逐工念。但是若讲着台语，我会记得，阮阿公有教我一寡真深的台语。到即马50年啊，我还阁放伫头壳内，一直拢袂放袂记。阮阿公教我啥物台语，伊教我用台语念12生肖。我会记得迄阵啊，阮阿公甲我讲，来，你转头啊，大旗转头不讲爱拗起来，放喺白旗的
砖头仔的关节一个一个点。啊，阮阿公就教我讲，来安尼哦，厝、牛、虎、兔、龙、蛇、马、羊、狗、鸡、狗、猪。我迄阵啊，毋知影为虾米阮阿公要教我拗砖头啊。咱知影囡仔真细汉的时阵，拗砖头啊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所以我就定定拢对阮阿公伫遐，对阮阿公伫遐咧拗砖头啊。伊毋若干那教12生锈，伊还佫教我10天间，共款。可能是因为真济，所以必须要用关节来点。阮阿公嘛安尼讲哦，甲、一、饼、丁、无、记、钱、身。林、贵，除了这以外，阮阿公还佫有教我12地支。12地支为虾米开始算？可能有个人为北京语读会真顺利，但是我自细汉就用台语读，子、丑、寅、卯、辰。子、午、未、申、酉、戌、亥。细汉的时阵，阿公不时就甲我教，这物件我定定就留，定就背。除了这以外，还佫有一个24个节气，24个节气。大家即摆若看着用北京语读，可能拢无问题。但是我4、5岁时阵，阿公就是教我用台语读。立春、雨水、庚日、春分、清明、国雨、立夏、小满、戊子、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我阿公教我的这物件，伫个到50年以后，我完全记甲拢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会记得，等到我较大汉的时阵，学校有读到这个物件的时阵，甚至爱背写，我拢无法度用北京语去背。大概若考即款试的时阵，我拢伫下骹偷偷念台语，念台语，然后写。迄边啊，台语念完再通写做北京语的汉字。当年我一个5岁查某囡仔。阮阿公教我台语，即马台北市的5岁囡仔有几个囡仔，因的阿公会教伊讲台语。咱的下一代台语教学被剥夺，敢讲台语无需要转型正义吗？下面我要甲各位分享第2个故事是爱看戏的囡仔。我是伫大稻埕出世大汉的囡仔，阮兜就住伫个大稻埕法主公庙边仔的巷仔内。我细汉的时阵，阮妈妈拢甲我讲，伊有生的时阵，伊足爱看杨丽花的歌戏。毋知影是毋是即个 DNA 遗传的关系，我嘛真爱看歌戏。阮妈妈拢讲，伊逐工若下班转来，如果若是有庙会有咧播歌戏，爱转去厝就问阮阿公讲，阿显会去倒位？阮阿公就甲讲，可能是去迄个戏棚骹咧看歌戏，你看戏棚骹人啊长长叫啊，伊可能伫遐。阮妈妈讲，伊若去到遐，看着我伫遐吼，甲我慢咧要。叫我转去厝诶，我就讲，
戏还袂半煞，我要看到煞才要转去。迄个时阵，其实早就已经有电视歌戏，但是伫个庙仔口咧搬迄个歌戏，对我的吸引力搁较大。7岁了后，我开始去学校读册。9岁了后，学校就不准咱讲台语。等到18岁，我的台语就渐渐袂晓讲啊。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出社会食头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才开始搁捡转来讲一点仔台语。人生的安排真奥妙。我5岁伫个法主公庙的巷仔口，伫咧看歌戏，无想着讲，阮查某囝嘛有共款类似的经验。伊3、4岁时阵，我就陪伊伫咧厝诶看电视的歌戏。但是有一摆，阮兜附近的一间庙仔口，嘛是有人来咧搬歌戏，伊听着歌戏，就真欢喜，就讲走去戏台骹要看。哦。看半点钟，我讲行，好来转啊！还袂煞，我要搁直接看，看到煞会当留到暗时7、8点、8、9点。为阮妈妈，甲我，甲阮查某囝，阮拢爱看歌戏，因为歌戏拢是用台语来演来唱。我有一个教我台语的阿公。我有一个看歌戏的囡仔童年，但是即摆的囡仔无一定有遮个机会。敢讲台语无需要转移精力吗？下面我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第2个阶段，我用台语采访的经验。这部分同款，我要讲2个故事。头一个故事是我采访和乐歌戏团的团长老金元。头拄仔讲过，因为我真爱看歌戏，所以后来伫个2005年的时阵，我伫个新台湾新闻周刊的专栏咧写稿的时阵。我捌前后访问过4位歌戏界的人士，嘛甲因为台湾的歌戏文化咧拍拼奋斗的故事写落来。这位就是老金元老团长。伫个2001年的时阵，迄阵老团长就感觉讲，这个歌戏团的经费真有限，伊就用一寡活动，希望吸引搁较侪人，来为歌戏团募款、募经费。迄阵老团长就邀请一寡民意代表参加因的歌戏演出，去迄个国家戏剧院表演。迄当阵，阮先生刚介绍是台北市议员。伊嘛接受着邀请，伊就问我讲：“我拢袂晓唱歌戏，人老团长要来招我去搬歌戏，敢好？”虽然阮先生定定讲，伊五音不全，一开喙就会走音，但是迄阵我甲伊讲：“为着台湾文化，你去唱看卖嘛好哦。”我甲阮查某囝讲：“人要招爸爸。”去搬歌戏来，你讲好无？伊听到伊就足兴奋啦。伊讲我上爱看歌戏，我想要去看爸爸甲别人安怎搬歌戏。所以，阮查某囝5岁，就带阮去国家戏剧院看歌戏。伊前后看2摆，一摆是彩排，一摆是正式演出。每一届拢3点半钟以上，所以
其实毋是讲即马的囡仔无爱看歌戏，是咱无互伊机会，咱只要有互伊有机会接触看歌戏、听歌戏、学台语，这拢是一个真好的方式。后来2005年、2006年，我甲老团长做专访，迄阵仔伊听着我要甲伊访问，就真欢喜。我甲伊访问了后，我的文章写好，我传互伊看。伊已经是70几岁的一个团长，看着我甲伊写的物件，真欢喜，真认真伫遐看，看到我倒有写毋对，还佫甲我讨论。尾啊，我写好啊，我甲伊讲，老团长，即篇吼，我要交去出版社，就真欢喜讲，当时当看啦。我甲伊讲吼，拜三交稿，拜四就会去杂志顶头就看会到啊。毋过吼，老团长啊，拜托诶，你迄歌艺团的一寡较水的相片吼，紧传互出版社、杂志社，若无吼，就可能有较困难。咱知影。2006年迄个时代，你若要看到纸本的杂志，文章要刊出来，顶头拢一定爱有相片。若无相片，伤大，因可能就袂甲你编啊。我甲伊访问了后的迄礼拜四，老团长就真欢喜，走去找，找无，伊暗下伊就敲电话互我，伊讲：柯小姐。我就去买杂志，为头编到尾，哪会拢找无啦？我讲，老团长，我过了已经到去啊呢，我爱阁问看卖，看到底是倒位有问题啊？后来，即个出版社的编辑甲我讲，伊讲因为吼老团长迄边吼无赶紧有电子档的相片来补助啦。你的文章虽然写了好，阮都编袂出来啊。所以老团长下一个礼拜就赶紧请伊的里编甲图送过来。下一个礼拜，周刊杂志社顶头，老团长这篇报道，拢总做6页，挂图甲文。这是我伫个即个专栏周刊内底写过篇幅上济的一版。因为老团长迄阵啊，伊嘛感觉会到台湾大部分的文化，或者是媒体，或者是报道，无人咧重视歌戏文化。伊对台湾歌戏文化的用心，伊嘛希望互佫较侪人知影。咱想看卖，即几年仔来，台湾的歌戏文化渐渐在失落啊，愈来愈少啊，愈来你愈看无啊。可能你伫路边看到歌戏的数字拢真歹，那甚至一寡歌戏团嘛拢解散啊。敢讲台语无需要转型正义吗？第二个故事我要讲的是，我采访李登辉总统，我拢总有2摆机会去采访李登辉总统。头一摆是2004年，迄一遍我是甲我的先生江介石去甲李登辉总统做拜访，请教伊对台湾当前的一寡议题。甲台湾主权的问题，请教伊。迄届阮去的地点是伫桃园凤喜山庄。本来呢，阮甲李总统约束的时间是甲伊讲好讲，阮就是去拜访1点钟。尾啊，无想着讲，李总统甲阮讲甲真欢喜，讲到尾啊，阮离开的时阵已经是2点外钟。伊大部分的时间，甲阮拢是讲台语，有当时啊唠一寡英语，有当时啊唠一寡日语。
阮是大部分拢甲伊讲台语。伊摕伊所写的日文册，互阮看。啊，因为介济捌一叔叔啊日语，所以介济就甲李登辉总统甲阿辉伯讲这日语哦，伊就甲伊应几句啊。结果阿辉伯听到伊安尼应，了准着伊捌日语，开始就愈甲伊讲足济日语。结果介济咧边仔，哇！我后壁听无啥有啦，伊咧边仔甲伊嗨，所以阿辉伯嘛真欢喜。尾仔咧，阮先生就甲伊讲：李总统啊，阮太太甲我拢做过记者，嘛做过编辑，阮拢最爱读册。伊一听到到底，伊就讲：爱读册哦，好，来，我带恁来看我的书房。迄阵啊，伫个桃园的迄个红溪山庄，伊的书房就伫个地下室。阮陪伊行落去地骹。伊知影阮真爱读册，听到了后，伊家己就拣10几本的册，准备要送阮。伊就讲：这有诶是伊家己写的，有诶是人写伊的。所以咧，中文、英文、日文的册拢总有。第二摆，2017年，我去树林的翠山庄甲伊拜访的时阵，伊是94岁。迄个时阵，我参加一个编辑团队，为着要编这个《28平反移转行政》这本册。因为我做主编的关系，阮有拟好一寡题目，要甲李总统请教，要写在册内底。阮一家人去到即个翠山庄了后，甲李总统讲，我就甲伊讲，总统，阮即摆要来甲你做访问，点影书有早录影机来，较等你讲的话会甲你录影落来。伊听着就讲，安尼好哦。我开始用我的问题问伊，我用台语问，伊嘛用台语回答。伊的年纪遐尔大，有诶代志，关于28事件有诶代志，伊以前嘛讲过。有诶，伊即摆年纪较大，无一定想会起来。有当时伊一时想袂出要安怎讲的时阵，伊就摕册出来读互阮听。第二摆我去甲伊做访问的时阵，已经无亲像10几年前，伊的身体遐尔勇健。访问的时阵，伊讲的有当时听一下。有当时想咧，再搁讲，伊无法度讲，真顺利的一直讲落去。但是阮嘛想着，伊的年岁已经94岁啊，已经真无简单啊，佫会当甲阮讲遮尔深沉思考的议题。等到阮的访问要结束的时阵，伊才摕一份资料，甲我讲，曲小姐。你要爱的物件我拢已经拍伫即份资料顶头，通好互你啊！阮这一家人，因为甲李总统坐一点外钟，大家心肝内嘛是感觉讲，老有你送无简单，但是安尼生，结果看到李总统本来早就已经传好一篇资料伫遐阮迄阵才喘一口气，讲安尼放心啊。访问结束了后，录影点影师就甲录影机收起来。收起来的时阵伊就真欢喜啊，因为毋免遐尔正式伫咧录物件，伊就甲阮开讲啊。伊就讲恁大家拢知影我咧饲牛阮大家就你看我看你迄落头就笑啊，阮就大家就甲讲知啊。伊迄阵听到阮讲知，就足欢喜的。伊就开始
老长规堆就讲伊安怎饲牛，安怎去找迄个原生牛，吼，安怎去迄个经营吼。讲甲真心真好，啊嘛真欢喜。但是尾下咧，我甲伊问讲，李总统，啊我10几年前有去你的桃园的迄个凤喜山庄，你即摆敢有阁有定定转去？伊一个听着凤喜山庄，心情就冷冻落来。伊回头甲我讲，无啊。伊讲，即摆无法度转去啊，吼。伊讲真侪册拢还阁囥伫遐，但是无体力去甲搬一寡过来。我迄阵仔就甲伊讲，无要紧，身体较重要。过去，伊因为总统的身份，伫电视顶头，伊所讲的话，大部分拢是用北京语。但是我访问阿辉伯的经验，我深深感触到，伊的母语是台语，是因老母生互伊的喙舌，伊使用起来上亲切，上解会当表达伊的感情，表达伊的看法。伊所用的台语是咱台湾人的宝贵资产。我认为台语毋是干那选举时阵伫咧邮票的工具尔。我认为台语毋是每暗8点档，互老大人娱乐、满足的工具尔。台湾社会有头有面的人，应该会使正式会议讲台语，公开典礼讲台语。电视访问讲台语，台语母语就是咱生活的一部分。为这个角度来看，台语就要转型正义。这就是迄一天，阮去甲李总统做访问的时阵。这就是李总统的厝的玄关，阮要走的时阵合照的相片。下面我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我的台语演讲经验。我的头一摆台语致辞，15年前，我第一摆的台语致辞。是伫咧阮爸爸的告别式，就是伫咧2004年的1月7日，我以长女的身份，专程用台语致辞。为什么我要专程使用台语？因为我要互来送阮爸爸最后一程的亲情朋友，拢听有我咧讲啥话。我会记得我高中的时阵，阮爸爸定定带我去听党外人士的演讲。演讲会结束了后，阮爸爸拢会问我讲：啊，顶仔顶的人要讲的遐台语，你听有无？我就甲伊应讲：有啦，大部分听有啦。对我来讲，听遐台仔顶的人讲台语，嘛是我学台语的一部分。阮爸爸捌甲我讲，台湾人就是爱讲台语。阮爸爸讲，我伫咧银行上班吼，若有客户来银行办代志，啊袂晓讲台语的时阵吼，我拢嘛甲因讲诶，啊你安尼袂晓讲台语，是要安怎趁钱啊？我想要伫咧阮爸爸的告别式用台语致辞，互阮爸爸在天之灵，知影我伫咧拍拼讲台语。我迄阵伫咧准备致辞的时阵，阮先生有问我讲：啊，你有时间，你要讲的迄物件写落来，哈？写落来。
对啊，无你要安怎练习？为迄个开始，我接受伊的建议，开始写台语的演讲稿，一面写，伊一面帮我修改。虽然阮拢会晓写文章，但是要用台语字数，咧写的字，佫无啥共款。阮两个就哪修哪改，一直改到讲，阮两个感觉讲，这台语念了有顺，无问题的时阵，我才开始去练迄个演讲。2004年1月初8迄一天，我徛伫阮爸爸的告别式上，我向在场的亲戚朋友讲，我少年我的爸爸，下面我念一段互恁听。我有即款的爸爸，互我感觉做伊的查某囝真公用。我非常珍惜甲伊斗阵的所有的快乐回忆。我相信在场的亲戚朋友嘛有同款的感想。这就是15年前我人生第一摆的台语字数。自迄摆了后，包括后壁陆陆续续做的一寡采访甲演讲，我只要有机会就讲台语。阮爸爸伊行过白色恐怖，伊行过戒严时期，伊足爱母语台语。15年前，我的台语还佫哩啦啦，但是为着孝念阮爸爸，我勇敢上台开嘴讲台语，台语就爱转型正义。第二个故事是去年我伫个2礼拜国家纪念馆演讲的经验。2017年的12月初，2礼拜平反伊转型正义这本册都出版无偌久。迄阵2礼拜国家纪念馆有办一场新册发表会，我真欢喜，我会当甲一个团队合作，共同完成编辑这本册的工作。12月底，基金会迄边就甲我联络，希望讲我会当伫个2018年的2月，为这本册伫个纪念馆演讲。迄阵我想讲，我会使来分享我做编辑的经验。我虽然答应伊的邀请，但是叫我上台演讲，我原来心头惊惊。我几啊年前，我伫富林城演讲，用台语。我嘛捌伫大学的讲座用台语演讲。我嘛捌伫佛摩萨教室的讲座用台语演讲。富林城的演讲较轻松，若学校甲教室的讲座是算伊较讲课性质的。但是要伫个2礼拜国家纪念馆演讲，这个压力非常的大。编辑的工课我还要一丝丝啦，上台公开演讲我是外行。连传演讲内容迄几天，我逐工就真烦恼，毋知影我要传什么内容，嘛毋知影讲到底演讲的内容我是爱安怎去传迄个稿。好咧佳哉，迄当阵我有2个月的时间。好咧佳哉，我请阮翁来斗相共，2个人讨论讲，即场的演讲爱传什么资料，要安怎讲，爱有逻辑，一层一层安尼解做落去。迄阵有一个朋友的囡仔，伊想要听我演讲，但是伊人伫美国读册，无法度来现场。伊就甲我讲：“阿姨，我会使叫人来线顶直播。”我一个听着讲：“哈，线顶直播？即摆囡仔哪真厉害？人袂当来现场，佫实在甲你讲，我是毋是会当叫人来现场？我伫美国会当看会着。”所以，伊讲到到尾，我的压力就搁较大。演讲迄一天，一个公民记者来到现场，
伊的念影机拢采好势。尾仔伊甲我讲，邱老师，我会甲即个影片放伫 YouTube 顶头，互搁较侪人听会到即个演讲。演讲迄一天，一个报社记者希望我伫演讲之前先甲我做采访。我甲伊讲，歹势，因为我明仔日就要演讲啊，我即马需要真专心准备我的演讲，是毋是会当等我演讲煞，我再互你采访？演讲的时阵，我豆豆啊讲，文文啊讲，我有感觉到下骹有真侪参详在座恁遮的少年朋友共款，大家拢真专心伫咧听迄届我的演讲，我嘛感觉会出来。咱若慢慢啊讲，其实大部分因拢听有，但是咱知影，台湾的主流媒体的镜头顶面，真无可能互咱全程用台语演讲，尤其是咱即种要讲转型正义的议题。我编过即本册，深深感受到228就爱平反，威权统治就爱转型正义，共款的，我认为台语嘛就爱转型正义。以上我甲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我的台语学习；第二，我的台语采访经验；第三，我的台语演讲经验。所以我认为，上台开嘴讲台语，台语就爱转型正义。感谢。感谢辉贤的分享吼。毋知咱在座的先进，还是讲少年辈，有啥物问题想要甲咱的辉贤问的，还是讲对伊拄则讲的有啥物想要回应的，拢会当就是咱举手吼来回应者。咱先请，拄则啥物人举手？歹势，来，后壁遮吼。无声。会使啊，你会使来来头前，好无？来，你先讲，先讲。哦，好啦，不要紧，好，自在就好。大家好，我即摆是大学学生嘿，我即摆是想要问讲，我想要问讲台语的转型正义要安怎做？因为即摆我真侪同学，因拢是住伫都市的囡仔，就因台语啥物的，就是拢听无，嘛毋知要安怎去学，因为因自然大人拢袂甲因讲。因为我是自细汉我就会教阮自然大人讲，但是有时阵阮还是拢讲较惊话，就是讲较死嘛。我就是想要问讲，即种台语的转型正义要安怎互咱即款少年去想着讲，台语对咱台湾是有多重要？这位都问着讲台语的转型正义要安怎做？我是就我个人的经验分享顶头我的看法。要安怎做？其实咱的台语界足侪先进，已经做几落十单啊。咱遮有专家，是毋是会使请伊甲咱分享？
欢迎大家来到遮吼，我是陈明仁吼，我今日来吼，我得到真深的感想吼，为迄个伊的演讲吼，互我真感动。伊遮尔吼专心咧传资料，啊，佫会当叫我慢慢啊讲，我较早拢讲足紧的，我学真济。不过吼，我今日来，我要证明两件代志。第一，因爸爸是我的台语老师，我早期有几届起来帮我开讲，拢问伊一寡台语词。 迄阵一寡外来语的日本词，我拢毋知啥物意思。我想这个是来人句，伊讲叫 raining 啦，就是走的走啦。哦，我为什么叫海甲头？伊讲那海可拉斯的头啦。迄早期佮讲未来，我见了3、4摆，逐摆伊拢甲讲一个，那是讲因爸爸是我的台语老师，真正的吼。啊，第二个就是讲，伊迄个因爸爸演讲课吼，较早对我这个台语教育吼，有一篇记载啊。 我嘛好啊，读过，我好啊，读过啊。这个吼工作者吼，遮尔专心专意吼做强代，我感觉真好敬佩啦。佫上较敬佩是，因介绍甲非常的勇敢，因足勇敢的人，足深切的。我甲因两个吼熟识吼，差无几工，你无人知。我甲因两个熟识差无几工，伊嘛毋知。我介绍熟识。 1986年，伊介绍吼，做过几摆全台湾的行军，命运之路啦，台迄个人民有准备台湾游啦，搁一届我甲方伟介绍一届迄个反对即个国大有无，霸占国大，过有3、4摆。迄边伊去行军去到台中，迄阵我拄好伫即个赖正前老伯啊，吼，咱我还咧做新疆集的编辑，去头家庙啊，迄个传统。 我去方圆来专访，哦，要去介绍安尼，伊甲错袂着两个人。我了后吼，伊搁写批甲我道谢，哦，伊真少，伊若访问啥拢会写批，哦，这是伊出真好关系，我就咧联络。搁过小只就讲，讲有一个即个大农村学生囝，要来中部，要带人农家教生活，啊，来。 这边是林芳熙委员负，迄阵毋是委员啦吼，农民啦负责的，啊就派我去采访，啊派我去的是咱27，啊迄阵咱有一个查某囡仔挂奇怪目镜，到尾仔迄落怪咧，我两个拢记者，伊是阮两个记者，伊是来，伊个我讲啊你来遮，我着台湾新文化，啊我是新京啦，但我安尼哦，啥叫来我啊我咧台社会诶，附带社会毕业。 头一个工课就是去林文天遐做台湾新闻编辑，啊，讲伊个翻译吼，派来，伊第2工尔，上班第2工尔，所以我介绍熟悉做才10工，就介熟悉啊。你这个你毋知影讲，就今年啦，32年啦吼，已经即嘛30几年啦吼，这个人个命运足奇怪哦。我讲一个秘密吼。 迄天吼暗时毋敢转去，叫我讲带去倒去倒。我带去水里真侪番仔精，你知影无？较早人个遐讲个叫做女侠啦，番仔精啦。较早水里就拢人要上山嘛，较真是女侠。我房间袂好要走，伊讲你莫走，我家己会惊，叫我袂使走。你著家己好过来讲，我讲无好啦，我才问团毋敢开开，伫遐甲伊讲话，就伫遐甲伊讲话。 哦，啊！迄阵伊足恶法的，讲因少免安怎解冤家欺负拢甲我讲较臭咯。了后我有写一篇诗，这叫做迄个啊叫流水目睭，我就是写对较翻咧，叫暗暝，就是为遐开始写。所以吼啊，了后87年，我甲介绍伫台北看守所做邮传高铁啦，做同学。介绍问我讲，你回成功8年呢？ 我讲你来8年，讲伊即摆女朋友，我靠腰来，啊紧啊咧！拜这介绍就搞问我好搞，我你感觉没成功8年咧，我有啦，我有熟悉啦。所以吼，啊，但是飞燕吼经过个几啊摆的化疗，我有一个当时一个朋友叫洪水斌，伊嘛足勇敢抵抗，结果洪水斌，我真尊敬的朋友。 拼无过，伊佫伊拼过啊！伊拼过，我这两个女性，我
我心上中拢是足坚强、足勇敢的人。伊为着家己的任务、家己的家庭，敢向上帝计较，讲我要搁活，挑生命要搁活。今日我来遮吼，我是讲，我喊你我喊你落病啦吼，因为因两个拢是我上介亲密的朋友啦，介是非常是我足亲密的朋友啦，哦，无人 friends， 哦，足亲密的朋友，啊，所以啊，我今日看伊安尼，我足感动的。一个人要演讲啊，准备题目准备啊遮认真，啊讲啊了要遮尔熟悉，我感觉吼，这是第一流的演讲，我要甲伊学习，多谢。啊，你讲的问题吼，这个我现在这个台语文的专业证书吼，这个问题真大啦，因为无代无志啦，一群人带一阵兵仔去啊，叫因讲就爱讲因的话，做因的代志，这个是人嘛？是民嘛，真侪人讲咱即马是后市民时代，迄毋对啦，咱即马还阁市民当中啦。因为对我要讲语言做咱的做咱的国家语言，敢毋敢对？是一个中国的语言要来摕来做咱的官方语言，敢对？我过去有写一个叫做迄个语言的语言的异乡人啦，就是讲咱讲台湾的人伫家己土地所变成异乡人。咱家己咱的土地讲咱的语言，爱讲用条文，所以你讲媒体的问题，早期嘛有一款媒体电视台，早期啦，嘛有招我去上节目，结果我若讲台语，伊就甲挡；我若讲台语，伊就甲挡，尾我都袂见啦，袂见去上节目啊。到起码环境也是安尼啦，有几个电视台可能政治看面是袂共动啦，剩的差不多也是有啦，伊听无啦，伊听无，咱甲挡什么关系？听无是个代志，毋是我关系啦。咱拢无想到安尼，所以这个转型物件吼，我甲你讲啦，面对吼，你若讲即个时代，你讲若讲执政党要做啥物动作吼，反弹比你想的搁较大啦，比什么党强盛啦，比什么党我做为啥物搁较大，搁较大。啊，毋过咧，这是无公道的代志，所以你要了解，上帝予咱的任务，上帝予咱的任务，大家拢共款，拢有这个责任。要坚持正义，转向正义，咱一直爱建立去听，甲大家讲，讲这是需要的，这是必要的。咱需要对执政党施压啦，施压啦。啥物方式我毋知啦，但是需要就是讲，咱即摆也是鄙视链啦。即摆若个满多人是咱的official language 唯一的，咱也是鄙视链啦。毋是讲即马就已经改，民进党完全即阵咱嘛是无讨伐，咱嘛是无讨伐啦。所以咱即个转型正义，即个代志吼，我是讲啦，为即个受难甲有诶袂吼，我感觉真侪人吼，咱是讲诶，像咱啦，咱较早考试有无？咱若照因加分，咱早就考得好，咱去读书就好，但系咱早就公立的啊，若照因的标准啦，对无？真济物件，公务人员对无？一省几个，台湾是几个？咱若较早咱记得咱就无，咱免咱老溜咱，对，咱嘛是来做公司的公务人员，我就是来无公道嘛。所以要转型正有足济物件算袂了啦，算袂了。毋过我是欢迎讲各行各业拢来做，毋是干咱台语文，各行各业哦，像即个规县即款人真侪，记录遮真侪，去在做记录哦，去吹杀。哦，我相信啦，天公伯予咱机会啦，上帝予咱机会啦，毋过咱无成就啦。我讲的咱就是讲，执政党咱所支持执政党是无成就啦，所以伫旧年就要甲你加时啦，我想讲加时也无够啦，爱搁加时届啦。伊会加时间嘛？因咧台湾人要行向咱亲戚家己去别个国家，爱搁真久的时间。犹太人2000年咧，啊，毋过咱袂使放弃，哦，我较暂时就是安好吼。补充介绍，拄则发言的是台湾笔会现任的理事长，担任任老师嘛是即个真出名的小说
诗也即个台湾作家之一拄则回答，毋知咱台即位学生有关即个专业证，伊确实是一个足大的题目啦当然民间有一寡团体，也是讲即个专业工作者，或者是一寡学者、台语老师等等，拢有在关注即个议题啦但是我想真正骹无是正班，骹无正班当然嘛牵涉做一个复杂的因素但是会当伫遮小可补充一个，最近有一项小小的代志，甲即个事件有小可的关系就是伫个应该是差不多即几礼拜啦会有无共的即个社团会发一个共款内容的申请书发去到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即个就是无共团体做伙来发共差不多内容是文字拢共款的一个申请书，这是算说有讨论过啦就讲几个社团讨论，感觉讲无论即马促转会有法度发挥到什么功能嘛总是咱嘛是爱做即个动作，就是要求促转会爱对过去错误的国语政策所造成的一寡问题要求爱调查真相、公布真相，搁爱对即个加害者讨公道啦，应该是安尼讲。咱知影政治事件的即个转型正义，即部分就是后壁会当搁请委员补充者就是讲公布资料，包括过去袂当看到的国家档案，应该解密，应该全部公开，应该互人拢会当随时去查这是足基本的物件。了后就是讲，就讲国语政策嘛共款迄个白色恐怖是其他政治事件是安尼的模式，应该国语政策这语言文化部分嘛，应该是安尼当初到底是，譬如讲过去有叫做台湾省级教育厅，也是讲落尾教育部，也是讲古早的新闻局等等，啥物款的单位有发啥物款的公文去限制广播电视袂使讲即个本土语言即款的节目，或者是讲有去公文去查禁教会罗马尼8月2的即个圣经。也是讲有啥物款的条例，也是啥物款的规定，不管是啥物会法，你就是拢总应该爱公开，爱互咱知影讲当初是啥物人、啥物单位去转囡仔，去发即个文，即个名这是足基本的所以最近即个无共社团的共同的即个申请书伫即几礼拜内底，应该会由各团体家己去甲即个申请书寄互促转会照理讲，促转会收到这文，就是爱去开始有一个，不管叫做小组还是啥物款的机制，去处理，开始去调，会当调着的档案，拢总甲调出来。了后，伊应该爱伫一个时间内，回答这个团体，了后嘛爱去伫一个时间内讲伊要做到啥物程度，是讲会当做到安怎的状况，伊应该有一个报告对。所以咱是期待讲，透过安尼，虽然是一个，咱也毋知影讲伊要做到啥物程度，咱至少希望伊应该爱尽力，甲政治事件共款，爱去针对即个过去国语政策有迫害啥物款的对象，有啥物款的即个作为，拢爱甲伊公开出来。了后咱申请书有最后是有要求讲。公布真相，甲对即个加害者爱追究，过来就是讲爱对即个受害者有一个当阵文字敢若是写赔偿甲就是公开的一个声明，比如讲应该回死咧，还是应该安怎，遮个行为就对，就是讲比较政治事件，应该爱有即个基本的做法，这是拄好你问即个问题，我直接做即个补充安尼。毋知影在座敢有其他的先志，还是友志兄姐，有要对慧宪怎讲的？若准无是咱是会使请慧宪先分享淡薄就是你咧编即个迄本叫做《2028变化甲转型正义》嘛即本册是毋是？你嘛会当甲大家报告一下，甲拄则这议题有关系部分？因为你有参与过即个主编的即个册就是小可讲一下。感谢陈凤慧老师的介绍关于做这个2028变翻译转型正义主编这个部分其实
即个顶一摆我演讲的物件，迄个影音档已经伫个 YouTube 顶头找会到啊。我甚至会当伫个下骹甲各位分享，我有传一段一点点啊，就是讲我伫演讲当中有讲到，咱的李登辉总统真无简单，伫个阮迄届采访伊的过程当中，用台语讲二零八事件的一个镜头。啊，网络，你网络方面，当时要。下面一样。爱问回文，爱问回文的，回文你要回文。你打电话嘛，因为伊遮是应该有 WiFi 啊。这是头拄啊，陈峰伟老师有讲到吼，我家己本身是2010年出版《想为台湾做一件事》，啊，2017年做这个008平反移转行政的主编。下面吼，我甲这个网站点开，咱会当看到，大概就是30几秒吼，这个李总统用台语讲的镜头。哇，声音可能无。哦，对，讲一下。你有打包，有打包。就爱个豆哦，不然爱个豆才有。我问看嘛。因为阮即个影片吼，是我演讲进前，迄个摄影师甲伊迄个剪接，拢总有真侪受访者，就讲咱208平反移转行政院内底一寡接受访问的人，所以伊是甲剪辑。李登辉总统的部分只有讲37秒。即摆陈老师去找看有迄个喇叭，大家会当听一下37秒真短。这就是我的感慨，因为吼，伫个咱的主流媒体顶头，你无啥可能会当看到李登辉总统讲台语。对。哦，这样，先这样。你几个呢？是
好，关于我头拄仔演讲，毋知各位还佫有啥物款的想要问的问题无？我问一个问题啊，你最近有甲迄个刘中元先生联络无？最近较无。伊即摆迄个可乐团已经换另外一个，你甲请起来。是找着人嘛吼？李尚贤。哈？李尚贤啊，你毋知这消息咧？是感觉伫咧天元咧部分啊，过年前的，啊，无过年。好，感谢。我即摆这是这个女同事，我是他们女的。其实吼，讲到即个台语诶电视台诶部分吼，我会当甲各位分享。我会记得我当初2006年有采访到另外一位歌戏界人士，咱的国宝，为小段演到老段的王金英。伊迄当阵啊，2006年的时阵，伊就甲我讲，台湾需要一个文化电视台。迄阵啊，伊还阁毋是遐尼强势，讲绝对要伫一个台语电视台。伊只是感觉讲，因遐的文化界人士有感觉，一寡海外转来的朋友啦，想要看啥物节目的时阵，表演时间无就无通找啊。主流的媒体无啥可能，互咱看会到。歌戏、布袋戏随要准随要有，伊迄阵啊，因遮文化界人士就真感慨啊。但是咱想看卖，到即马2019年啊，台语的电视台，搁较免讲，要伫个，譬如讲公共电视，即款的迄落媒体顶头，会当有较大多数讲台语的节目。手车有新的啦。真。我来讲做主持这个伫这个国民党拄来台湾的时吼，迄阵咧无电视台是电台啦，广播电台。啊，但是广播电台吼，开放的拢是政治单位来咧做啦。全台湾拢是政治单位咧做。毋过因伫吼，除了台北以外，无才了做北京语的节目啦。所以伫各地方拢是台语准，所以各电啥物线、啥物电台、啥物电台，电视只拢是要卖啊，就是去一个政治人员，但是伫各地方的拢是台语节目啦，无人听无嘛。所以迄阵是台语产业的黄金期啦，迄个像啥物歌、啥物话，台语的演员啥物黄金的时代啦，一直到电视台出来无，才开始这个台语的这个来语哦，迄个才开始卖。所以台语产业伫这个迄个时间进程。小发达的啦，迄阵造就的台语演员、台语歌星、台语各种表演人才，包括七字人歌，会使讲台湾艺人吼，一堆那山哩，所以这就是讲，这是就是这个政策开始实施了后，禁止这个咱讲台语了后，搁这个电视台发展了无，搁电视台咧禁止台语使用时间了后，才开始卖去的，吼。我想对即个拄仔咧讲的台语转型正义即个题目吼，毋知咱现场还阁有其他的朋友想要发表意见无？就是讲，你认为台语转型正义应该安怎做？我想这嘛毋是讲演讲者有法度体会到啦吼。过来就是讲，其实这是爱足侪方面去做啦。毋知咱现场在座先前有志有要加减提供我想法无？好，来回献吼，做继续。我想在场我会当请咱的中研院经体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典宪副主任、张典选副教授来分享一下，
看你头拄仔感觉，咱讲着台语转型正义，吼，就你所行过一寡经历啦，吼，你会使甲咱分享一下。我是完全无想到，我也需要来出嘴我是一个，我先介绍我家己吼，我是中央研究院Genomic Research Center 基因体研究中心，即我台语我说翻袂出来，基因体研究中心我长期是伫美国，我伫 Ohio State University 做教授，做足久了，才倒来台湾。拄则有讲到即个台语的物件我伫实验室内底拢讲台语，我看我的研究生，看我的 postdoc 就是博士嘛，我完全拢甲伊讲台语。我不管你听有听无，我就甲伊讲台语。无若无台语就是英文。我入美国的时阵，当然我是英文。即个我用英文演讲，这是完全无问题。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讲，日常生活上你家己会当去试。你较人讲，你就较讲台语啊。伊若真正讲听无，你小可甲解说一下，有耐性甲解说。我学生伊其实大家拢听有啦，大家拢听有，但是我印的时阵可能50%，伊有当时我印台语，有当时我印北京话，无要紧，伊就同袂听有这我讲这是日常生迄个咱含咱的朋友、亲情、五杂、学生这个共同工作的人员会当做的代志这个。咱讲着讲转型正义我足趣味的，就讲我听你演讲，你讲你的即个学台语为歌戏安那来我的即个背景较你较无共款，我是为基督长老教会即个我伫台南的基督长老教会从细汉就背话字但是我是无神论的人啦。我是因为我是科学家我是无神论的但是我对即个基督长老教会有真深的感情。我永远会记得讲，我细汉的时阵伫遐咧读迄圣经咧念迄主的祈祷文，我靠，即摆个会晓背咧，就像你迄种型个就讲你阿公甲你教讲即个，佮讲着一个趣味的代志，我安那 share with you，我一世个我因为我讲话时阵插足侪英文，因为伫美国上久我一个查某囝，看你个共款叫 Ingrid， 因的查囡仔用名叫 Ingrid。我迄个查某囝，伊今年拄要为迄个 UC Dav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毕业伊细汉的时阵，甲我做伙，我甲教台语，我就教伊，你讲处无后头嘛，我是讲教伊，伊处理无啥好，四头无灵来做。有一天，伊伫美国咧读中学的时阵，伊有一天家己去创造一篇文章，就是讲13生锈。伊家己去发明伊迄内底伊佫家己用笔画图，然后厝仔啦家己去编一个故事出来。内底遐一处字母用英文写出来，读出来拢是台语。一处，我迄篇文章还佫留条诶，足趣味诶。一处处 TSU 一处字牛3好4头。所以我感觉这就是讲你若有迄个心。做会到，甲边个人影响我感觉讲即个，佫讲着即个转型正义一项代志，我感觉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啦即个名言拄仔讲的，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你政治无解决的时阵，你佫安那杀，永远是一刷来的进步尔。咱即摆会当做着是厝边隔壁，咱互相之间会当影响着，但是毋通袂记哩，这是政治问题，政治解决，到尾也是政治解决。历史上是历史问题，历史咱来甲追求这个反迄个倒转历史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这个台语的转型正义本身，毋仅是一个语言的转型正义，事实上是一个规个政治社会整体的转型正义的一部分。特别是母语这个物件，看咱的感情，看咱的表达，看咱的迄个介深内底的思考。迄个深刻的迄个感觉有真济真深的关系。所以，若是语言无法转型正义的时阵，咱的转型正义永远是讲一部分尔。
无达到真深的物件。哦，咱无希望讲有一天，咱的语言专伫即个在怎消失去。啊，讲到即个，当然嘛要尊重讲有其他的语言，吼。啊，像我迄个最近迄个介绍我安排讲伊一个朋友讲要叫我去讲 TED Talk， 哦，台湾的 TED Talk。我就甲讲，我可能讲3种话，3种人做伙，因为这个是台湾历史的发展的一部分。对。咱有外来政权讲北京话，咱去叫别学习北京话，这嘛毋是完全歹啦，咱加捌一种话啦，吼。但是袂使互因缀伫咱头壳顶安尼尔。啊是咱嘛，我像我若要演讲，我伫迄个大学内底演讲时阵，我中午拢插台语啊。北京话，哦，台语安尼插，学生嘛听欢喜甲，哦，啊，我这拢会做，技术上会当做，但是你爱有法度通说服人，这较是重要。演讲你爱有可能有感动会说服人，你即个较有法度踏入目的。啊，若话口好，这无啥物路用。哦，啊，这我会当来安尼简单分享，多谢你。在座还阁有其他的较少年的朋友，想要甲咱同齐分享的无？安尼歹势无，我着点一个哦。来，这个请红色帽 T 的这位同学。我用华语啊。来。刚刚听那个很多前辈这样子分享以后，对我觉得对于那个台语，对，因为我自己小时候也是跟阿嬷住的时阵，她会听我，啊，不过阿嬷过身了就较袂晓讲，就会即摆就会听，啊，不过讲无啥在咯。然后最近甲朋友，今日是甲朋友来做伙来听这个演讲安尼啊，对。对，我是感觉拄家那个教授讲的真有道理，就是。一定要说，大家常常要有这个自主性的，就算你听不懂也没关系，你就别人听不懂也没关系。可是就跟外国人来我们台湾也是讲他们自己的语言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当做我们自己的语言，常常这样讲。对，这是我一点点心得，然后但是没有什么问题。谢谢。好，多谢。现在啊，这个一般朋友啊，咱有其他朋友。想要分享讲，恁今日听到我头拄仔演讲有啥物款的想法无？我嘛淡薄仔迄个想法啦吼。拄仔讲到迄个。你咧听见？我有很多想法啦。你对遐是你家翕你会着。你对你倒头前个。我拄仔听到伊就讲，这个对阿公的记忆吼，其实阮阿公互我的记忆嘛足深的。我深深啊想过，其实阮阿公教我的代志真侪，只是我家己是不知不觉吼。啊，阮阿公才会看迄个看歌仔戏，这嘛是事实。啊，我拢定会伫医疗头底去看迄个歌仔戏。啊，但是我更较关心的其实是迄个戏皮骹，踮咧甲人迄个人十八啊。拍珠啊，咧拼灌枪，啊！伊就我更加怪的是讲，特别迄面包下骹，迄唱诶同下骹踮咧遐补番薯，甲补迄甜不辣。我的想法是讲，我感觉拄迄个教育所讲的，这你真正要这个主流要转吼，这是一个政治一个真大的问题。迄个气力你要甲挺去，敢若真恶。所以，我小可紧张歹势，但是我是感觉讲，应该是对迄种伫边仔即个较迄个较草根性的人来应用的，拄仔就敢若像我拄仔所讲的，我较关心的是拍灌枪，是迄补番薯啊，甲迄个去爬山去共偷好番薯、偷番芭乐，谢谢。我想我搁分享一出啦哈，他拄仔即个张典景教授甲咱分享的，我会记得有几个朋友，阮伫个讲台语的时阵吼，伫个我熟悉的一寡民主运动的前辈内底，
有无共款的人，因的想法是因会晓讲台语，但是囡仔伫咧公开发表的时阵，因拢讲，下骹有人听无，所以我着爱用北京语讲互人听。但是就我家己本身，我是感觉讲，我若有机会讲，互别人有机会听，我毋免为着赶紧讲甲真紧的念做伙人听无，我宁可慢慢仔讲。到当为止，我会记得我敢若有一摆的经验。去年我去迄个东吴大学，学生仔邀请我去做演讲，我嘛拢传好啊。去到遐，我甲学生仔讲，邱老师要用台语讲吼，恁会使无？因拢讲会使啊，会使啊，可以啦，吼。学生仔佫顺煞伫咧下骹用手机啊，就甲我讲，老师，我们社团也是有人不能来，我直播哦。我讲好，无要紧，啊老师就尽量讲，讲到差不多1/3的时阵，无法度下骹有人举手啊。同学就甲我讲，老师，遮有一个朋友来，伊讲伊听无。我本来迄阵仔嘛想讲听无，但是敢若一个人听无，我嘛原来想要讲，尾仔因有甲我讲，伊讲老师歹势啦，这个来听的朋友是本身是一个日裔的，哦，歹势我讲毋对，韩裔的日本律师。伊甲我讲，我很努力在学，你讲北京话我听得懂，你讲台语我都听不懂。所以伫迄届，我其实传的演讲，原来赶快是传台语，但是我想着讲，迄摆的机会，即个林权律师，伊本身是一个林权律师，嘛是因为林权的议题，伊来台湾，哦，伫咧东吴大学有交换教授的迄个经验，所以我是迄个时阵当下，原本规个课程拢全好用台语讲的时阵，马上头壳内就来甲 switch 变做北京语。那真侪学生啊，其实在座各位，我想恁应该嘛有类似的经验，有即款场合会当听。我想下骹咱是毋是搁请几个人来分享一下，好不好？那我老师点名哈，即嘛大下班咱一堆学员伫遮在座，基进下练堂台语读写班，也是基进下练堂台语生活基础班吼，咱遮真侪学员。咱小可来讲就好无吼，咱拢少年辈啦吼，啊，恁有学读写班或者是生活基础班不管啦吼，总是有学习一段时间，嘿。建安啊，静安啊，对吧？吼，搁要点名无？翠贤啊，怡珍啊，吼，夏风嘛，其中一个对吧？吼，啊，搁有无？也有啊，英嘉啦，韩俊啊，有无？哦，静安啦，对无？来啦，小可讲者啦，吼，对我少年辈，恁的想法，恁的需要，就亲像台语文社只有，毋是台语文社，你毋是台语文社，歹势，台学生啦，吼，台学生哦，安尼提出讲伊的即个问题，啊，咱会当分享一寡想法，也是拄则讲的台语转型正义，你认为可能会当安怎做？其实做法爱足侪项，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背景的人，无共年岁的人，拢需要来投入。我想即个转型正义可能才有成功的一天啦，吼。所以来，我再点名啊，分享一下。啊，来都要举手啊来！啊，你毋是基进下练堂的呢？来。我讲一寡我的经验啦，就是讲，其实我感觉，因为我本身大语嘛无介好，所以我会使了解迄种讲袂出台语迄种心情。我小可会使了解，是讲你可能小可会晓讲，但是你就是做客也是讲你爱想足久，所以你就讲袂出来。啊，讲袂出来以后，你就想讲开莫讲啦。我感觉是，想讲写英语拢学袂好，就即个原因啦。赶快，台语学袂好，甲英语学袂好的原因是同款。哦啊。
有个人可能一世人拢会袂好，因为伊迄种心理是无法度改变。好，要怎改就是讲，我的经验啦吼，就是阮有一个念册的吼，就是大概一礼拜，读念一本，念1小时的册。啊，迄个时阵其实我是无袂用，因为我无想足济啊，我就是讲，因为迄个时阵有一个朋友伊出册嘛，我就讲啊，咱大家来读下台语的册啊，开始。其实迄个时阵根本无想到啥物，就是安尼做。啊，结果伫咧即个过程中就发现讲，有人真正伊读阮头读3年。真正有人到尾啊，真正伊本来台语足烂的哦，啊，其实咱一礼拜要1小时，过3年了后，伊真正讲了足好。虽然讲伊嘛是佮感觉伊家己无好，但是因为我有对照迄个人啊，就是讲进前有一个朋友来念的时阵念比伊较好，但是过3年以后，伊比迄个朋友较好。我看到是安尼啊，所以讲啊，迄个时阵我才想讲，到底是啥？我咧想这个问题，到尾就是感觉吼。有一点就是讲，像以前有人咧办即个开讲会一件，即个物件，但是开讲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讲，袂晓讲啦，伊嘛是袂讲。袂讲即讲，以前讲开讲就讲10个人出去对无？啊，较会晓讲可能是3、4个人嘛，啊，可能较袂晓讲，迄个人伊就想讲。无啦，毋是，我毋是啦，我毋是咧批评，我是咧讲迄个心理，就是讲。我毋是咧批评，因为无会晓讲人，当然伊就是本来足厉害，所以无。后来大家拢会晓讲。无啦，我毋是，无你先听我讲了，我讲迄个我迄个，因为我是思考即个过程。啊，像讲，比如讲我甲人出去佚佗对无？我无啥爱讲话啦，若是讲我程度无好的人，我就袂讲话。毋过伊无一定无讲话人，无一定程度无好，但是有可能程度无好，全无讲话。有2种可能啊，这种可能是本来程度足好，但是无需要讲；有的是程度足无好，但是伊就毋敢讲的，其实可能本地是一个足爱讲的，有可能是安尼，就甲学英语共款的道理。啊，所以这种过程中可能是程度好的人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程度歹的人可能就是停咧本来的所在。我是安尼感觉啦。当然有一寡人伊的个性的关系，伊可能足敢讲的。就甲学英语共款，就是讲你程度无好，你就袂起来。你也足敢讲的人，伊嘛是会讲得了好。但是有的人伊就是足避暑的无，去到遐是讲第一嘛，甲人无熟，第二嘛袂，伊本来就程度无好啊，所以规拢莫讲。就有种人伊到尾伊可能袂来参加啦，我是安尼感觉。啊，伫咧念册会议的时阵，嘛是有的人到尾就歹来啊，因为伊感觉迄离阮看无啊。哦。这是念册所以的问题，伫遮来讲，啊，因为阮迄个讲进步足济迄人，伊是一个做坚持的人，一个做代志拢做坚持的人，所以才有法度伫迄个超过迄个了突破迄个问题，迄个概念。所以其实讲来讲去，就是其实嘛是甲决心有关系的对啊。不管你是用啥物方法啊，但是念册好处就是讲，比如讲你若程度足歹的人。念册好处就是讲，你毋知要讲啥嘛，啊，我就跟你讲，你就是，即摆这5分钟，这10分钟就是你爱讲的时阵，伊就爱硬讲。啊，你讲你毋知要讲啥，你就照册念就对啦。我的经验是安尼，所以伊是有即个效果啦。啊，但是不管怎，有个人就是，比如讲伊来2届，就讲啊，足恐怖这。第二我看无，第2我念袂出来，第3我就是爱就无过来。所以我是。一直咧想这个问题，讲其实台语的转型正义吼，过去的代志要追求是会使，但是其实迄对现状的迄个改善是无遐尼大的作用啊。我会感觉，因为主要就是讲啊，大家语言拢挑起以后，你讲要转型正义嘛无效。你讲哦，以前有一个语言，啊伊就是去用撇下啊，全挑起来，大家哦，对啊，知影即件代志，但是伊个语言已经挑起，所以重点是。爱伫咧生活中要安怎讲，但是这就是甲学英语共款，所以你看有人英语足好，有人英语足歹啊。啊，这要安怎处理就是，我就是讲有2种方式嘛，但是不管什么方式，就是讲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讲，至少你不管你讲了好还是歹，你有法度就是你会平常时咧讲话的时阵，你无需要规句拢讲台语啦，因为可能你的程度无好，甲会使规句拢台语，但是你会使比如讲，
一句内底唱2字、3字、4字，啊慢慢加嘛吼。本来是一句内底2字台语，到尾变一句内底5字台语安尼，慢慢加嘛。就是家己迄进度是家己决定的，就是慢慢去加。因为你一开始也拢讲台语的时候，一个现象啊。因为我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伊拢甲我讲华语，其实会晓台语啊。因为伊一个岁数比我大，其实台语可能就比我好嘛。但是伊老讲拢是讲华语。啊，我咧甲伊讲话的时候，我就想讲奇怪，啊，你明明讲台语，是安怎讲华语，啊是甲我当作是华人个？我的想法是安尼，所以我就拢甲伊讲台语。结果变一个现象，就是讲我拢甲伊讲台语无，啊伊拢甲我讲华语无，是足奇怪哇！喂，奇怪，到底即摆是恁两个啥物？敢若是咧对抗？你知影？我直直讲台语，爱直直讲华语无？啊，到尾我就想，有时啊讲到尾，因为咱迄个乡下的人拢会讲到尾，家己袂记，知影？讲我可能讲我敢拢咧讲华语哦。有一天我就发现，我叫带去啦，我感觉我拢咧讲华语，到我就想这个问题，讲到底是要安怎处理这个问题？到尾我就开始变做讲，我一半讲台语，一半讲。啊，我安尼讲的时候，伊就无感觉我咧甲伊讲台语啊。伊就袂全部拢甲我讲华语，而且伊到尾会慢慢伊嘛讲，伊家己嘛无注意嘛会开始讲几句的台语。因为咱迄种实名的问题，就是讲实名毋是咱即摆实名，毋是迄种真正人甲你压迫啦。我感觉真正的实名是讲，做侪代志你头壳内底你拢无想，啊你就自然做出来，就是甲迄个人甲你压迫的情形是共款。但是你无感觉迄你向较平，你会感觉是足自然的啊。咱讲华语足自然，咱即摆问题是安尼。啊，所以变做是你要甲迄个物件排除的时候，你其实是有需要强迫家己。我的感觉是安尼。啊，所以就是讲，不管是你要甲人讲话时阵唱台语，还是讲你要一天选一个时间，还是讲一礼拜选一个时间，总选一小时，还是选半小时，甲人、甲你的朋友讲，咱这个时间就是讲讲台语，还是安怎？会使就是安尼练习啦。啊，无需要讲，你嘛无需要讲啊，安尼就无效，其实久就是有效啊。所以就是，虽然讲你可能平常时拢讲华语，但是你有时间是讲顺的台语的时阵，可能对你来讲是帮助。我是安尼想啦，嘿，多谢。多谢诸位，就是咱的两册会教之人吼，阿多德先生啦吼，感谢伊的分析甲分享吼。啊，即摆咱是出在头前有叶秀小，对嘿啦，好来。老师跟苗我感觉日常来讲，就是阮兜其实自细汉就是厝里的人拢讲台语啦，啊是大汉了后，感觉讲敢若有变做讲的比例较少，所以才会来上方老师的课，台语搁扣转来安尼吼。啊，伫厝里讲台语是拢真顺啊，甚至若含厝的人出去外口嘛是，阮伫外口嘛是拢会互相讲台语。但是我讲即摆我可能家己需要试看觅，是需要训练，是讲行出阮兜以后，会当含无熟悉的人，也是讲会当含平常时有互动，但是无像亲情，无像厝内人遮尔熟的人开始讲一撮仔代志啊。我的状况较特别的是讲，因为我都行动无方便，所以我的生活常常爱坐电梯。是。啊，我若家己骑我的scooter坐电梯、坐捷运的时阵，常常拢会拄到一寡年岁较大的人嘛，可能是老阿嬷，也是讲伊较袂晓行啥。啊，我最近感觉我有意识到去执行的代志，就是讲，我若伫电梯内底看到可能会晓讲台语，也是听有台语的人，我会挑工含伊用台语讲，毋是用华语讲。这可能是一项我感觉，我感觉别人较无共款的，一直会出现的生活情景，所以会安尼做。啊，文字的部分是我最近有咧写台语的迄个日记。啊，就有一寡朋友讲，我本来敢若会晓讲拢总看文，但是我逐工读，就敢若小看有啊，有人安尼讲，大概是安尼，多谢。
好，伊伫 FB 有迄个用台语写日常啦吼，台语文写日常吼，安尼一个迄个逐工吼，你逐工拢有搭一个出来吼。其实即个个人的即个时间是会当对做侪方面做啦。但是我拄则听着查多德讲，即个学台语甲学英语共款，我想是学台语比学英语佫较艰难，佫较侪困境，是因为即个台语的必须面，也是讲即个吼压制的即种国民教育、公益政策的即种成功吼，市民的成功吼，是佫较特点。所以虽然对语言学习来讲，应该是学英语甲学台语是共款的状况，你敢讲敢安怎，你就是了。但问题咱就是爱突破心理的困境，就是要安怎互人敢讲，啊，佫会当愿意亲像我喙现讲，愿意也是讲听甲无熟悉的人嘛大胆讲出即个语言，这是我相对足侪，不管是少年还是有岁人吼来讲，就是迄个心理障碍其实足大。一方面可能是无想要互人看轻，或者是讲伊感觉伊程度无够，足侪原因，但是就讲要安怎突破这种心理困境，我感觉是台语所面对的，甲英语无啥共的一个点啦吼。毋知影抑佫有其他好来景安来。我就徛遮讲。歹势，我看起更较臭咯，但是我嘛是落80年厝的。拄仔有听我先摆有讲台语的一寡状况，我是较特别，因为我是感觉我讲台语是较好势哦，比较讲华语更较好势。就是讲我即马感觉讲咱讲台语即个转型正义哦，是讲简单的是为家己做起是上重要的，是家己做好，才会管别人。家己也无做好，咱嘛是较无才调去管其他的物件。所以伫我生活中，有时阵阮老爸伫迄个 Starbucks 啉咖啡啊，阮老爸弄一个状况就是讲，伊咧向我讲话全拢讲台语，但足奇怪，伊啊店员咧点咖啡的时阵，伊就讲华语，我会感觉足奇怪，你向我讲的讲台语，应该无需要搁转做华语啊。伊讲伊可能听无，我就讲足奇怪，咱讲台语是啊，咱要惊别人听。足奇怪，我讲家己的语言，佫会惊别人听无？佫伫台湾呢，应该是无需要安尼啊。听无是恁兜的代志，讲什么地带？所以我会感觉讲，不管是安那，不管是咧点餐，还是啥物商店啊、买物件啊，咱的生活中，嘛免规定讲啥物一礼拜几个人讲台语啦，免一天365天，逐工就讲台语，甲讲话就对。我是安尼感觉啦，无需要讲啥物咱一天啊，即点钟就是讲台语，我是安尼感觉，因为这是咱的文化，咱本来一直爱讲，这是咱本来会晓讲的物件，无需要讲奇怪，即摆咱搁爱去学台语，安尼学是无错。大家即摆真侪人会晓讲来，会晓听，过来就是我会建议讲大家有时间啊是啥物，咱的台语写啊去读，我嘛是感觉真重要，因为咱话一寡读的音有小可较无标准，咱即摆感觉讲咱念了感觉足认真啊，足顺的。其实你若去上过课了，才知影讲原来即句话是安怎念，即个名词是安怎念。咱以前拢毋知，就讲毋对，伊比如咱台湾人感觉讲凊彩啦，听有就好。其实一个语言的文化无应该安尼，毋是安尼凊彩。咱是所以讲我上尾也是要甲大家讲，咱是甲家己做好，较有法度来改变即个社会。多谢大家。而家中公遐吼嘛有来，真欢喜看到，真久无看一个校园吼。嘿，毋知佫有其他的先士朋友友志，好来嘿，咱读说话友志嘛吼。嘿，是。嘿，遐遐遐。是我。就是因为洪伟老师，我点着一个迄落要讲今仔日来拢少年朋友啊。我有一个经验要讲，有一个问题，请少年朋友甲我斗相共解答一下。拄啊，是安怎呢？拄啊讲是 Starbucks 嘛，我哪加减袂去啦。我哪甲因讲去七个 7啦吼，还是我听迄落文秀老师的读册会了吼，我拢按迄落西门町迄边就经过一间迄落鸡排鸡肉市迄档，拢爱排队的哦。
啊，我往哪去甲用台语，啊，我的经验是安怎？七个，当我去的时阵，甲讲，伊会感觉目睭有点大哩，甲我看吼。讲久，教授也讲着，爱有耐心，爱有家己的信心哦。啊，即个讲着，因会感觉讲，你是毋是无尊重我，是安怎？即个等下大家甲我解答一下哦。因为阮祖囝交恁差不多啦，伊23岁，即摆伫台湾科技大学咧读研究所。大概我来叫伊出来，其实伊的经验会晓讲哦。伊5岁的时阵吼，我带伊去坐家庭啊，家庭啊看我交伊伫后壁坐咧坐。咧讲台语吼，会无爱甲我摕钱咧，讲我即摆你，所以用台语，佫有即个，你来当坐给你车队面试。啊，我去吼，即摆我的经验吼，去几届我本来我歹势，讲，阮查囡仔来叫我出去七个吼，来买咧店员吼，拢差不多有诶，拢做迄个 PTA 嘛 ，part time。伊就阮总听，你莫甲人讲台语啦。讲我是讲啥物也袂使讲，伊有话有听有呢。如果你讲迄听有，伊就无迄个关系。迄个即马，那像四周话人拢感觉伊会感觉怪怪。伊阮祖囝甲我讲，你安都无尊重人，拢听无啊？即个代志恁等下甲我教一下，是毋是真正讲我家讲台语，可能伊听有啦，也可能听无啦。我敢有讲安尼是无尊重？恁少年辈甲我教者，我。教我几句话，回来我后盖来去讲吼，通吐阮祖边，祖边少年辈安尼甲我讲，我以上。还有少年辈咧，我再多想一下，拄则我讲着讲我是人是问题，将是我的学生，含博士后，我含讲台语。伊若无人反对啊，你嘛听我无当时我用台语过来哦。我即摆也做到教我的同事，中央研究院的同事，我人就讲台语啊。开会时我就讲台语啊，伊嘛无反对啊。有人只伊佫讲，你敢摆讲几啊台语笑话，我听看觅。无好啊，我讲你听。哦，我讲因真正是所谓尊重吼，你讲即个尊重吼，有影有诶人是听。通常我会对我真正知影伊听无时，我会人咧讲，尽量互伊我感觉 comfortable， 听有安尼吼，尊重伊，安尼，但是我无退到完全拢退出来，100%退出来，我会插咧讲安尼。有当时像讲若讲，甲学生咧解说代志的时阵，有当时语词可能较困难淡薄仔，是惊伊听无。我先讲台语，煞来讲北京话，嘛是咧教因啦，吼。所以我讲这当会当解决，啊，这我意见。有来来去嘛，那无看，有无？我现在是讲。拄仔即个张杰贤老师讲的吼。我想是点点啊，因为我过去就听伊讲，台数学系即个杨伟准教授，伊自以早伫个学堂内底，就用台语来讲数学。即摆我是毋知影，若有迄个机会请伊来演讲的时阵，我想我会真好奇，想要了解讲，伊用台语要安怎教遮尔深的数学的领域的迄个一寡。知识。讲着这吼，之前其实我听杨伟的教授小可分享啦吼，伊的讲法是讲，大家拢想较上好早，因为其实就是像讲教授你可能讲，会记体什物要安怎讲吼。啊，对杨教授的经验是感觉讲有真侪物件，其实是伫专业领域内底是用原文啊，是讲伊专业术语去讲，迄个当然无一定爱完全还台语吼。所以伊感觉主体是语法啦，只要你是用台语的语法去解说数学的什物原理，还是讲去解说即个物件要怎处理，其实伊感觉重点是语法，这是淡薄无相，就是之前听杨教授讲过，所以伊是认为无遐尼困难，但是大家拢想讲较侪专业术语是毋是要安怎拢还台语，可能大家拢调伫遮，杨教授的分享法安尼提起过，我补充安尼。拄则讲的敢有少年辈要回应，来，请啊。大家好，针对讲到去
去外口买物件，若是甲电话讲台语，是毋是感觉无礼貌，还是安怎？这问题，我个人是感觉袂啦，因为这应该都是大家一个习惯的问题啦。因为都以我来讲，其实我就想要到倒位去点菜，啥物拢讲台语，我台语就无啥好，有人像要点咖啡啊，讲拿铁啊，铁讲英文还是啥，听来敢若怪怪，讲起华语过去啦。啊，毋过有一摆我是去买臭豆腐，啊，明明我去买进前，我看迄头家甲另外一个人，伊讲话就是讲台语，啊，我过去我嘛是甲伊讲，头家我一碗臭豆腐安尼。啊！伊就奇怪，伊就甲我讲华语。这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就是今日若是讲你一个70、80岁，可能老阿公老太太，你去甲别人讲台语，别人感觉做正常的话，其啊，毋过你若是可能较少年的，还是佫亲像阮安尼30几岁左右，别人就感觉你一定是爱甲你讲华语安尼。你臭豆腐嘛奇怪，伊甲我讲国语，我佫回伊台语。啊，结果伊还佫甲我讲华语，我就感觉足奇怪啦。我就想讲，到底是习惯还是我台语讲得无好啊？所以我就开始去基层上课安尼，想讲家己台语能够佫较厉害，啊，真正有摆出去，感觉人讲台语安尼啦。有一个问题是，有前辈有讲到，伊是讲阮台湾即摆佫属于一个失明的状态，是因为讲。阮的官方语言，啊，佫一个讲华语，还是北京话安尼。啊，拄好我顶礼拜嘛是交我一寡朋友，嘛拢少年人，啊，拄好讲到即个问题。啊，结果因同我讲，奇怪澳洲因嘛讲英语，南美洲因嘛讲西班牙还是葡萄牙的话，啊，上多因都袂讲伊是失明，啊，阮就讲我佫是失明。迄阵我嘛毋知安怎甲伊回答啦，啊，干来当讲可能是阮边仔有一个。要甲阮并吞的国家，伊拄好是讲华语，啊，所以阮才会对这个状况较有反对啦。啊，除了这个回答以外，我毋知是毋还佫有其他佫较好的，还是咧几概念顶悬佫较有合理性的问题，会当去甲伊安尼回应啦。这是我另外一个问题啦。好，非常简单。其实咱就是因为台语无经过专业证据啦，拄讲台语已经有经过专业证据了。我想大家可能对外语的态度有可能会转变，毋过因为还袂经过专业证据，这我感觉甲政治事件迄种讲拢敢若受害者拢毋知影加害者影响，这个问题有淡薄仔关系啦。就是讲咱受迫害就必要到即个语言造成到即个程度的状况。即个语言即马就是咱足烦恼讲，伊变做敢若是老人的语言，就像你拄仔讲，若做看着你是少年，就认为讲爱甲你讲华语，即马较侪岁的人，嘛是拢差不多即种观念，就是感觉对较少年，伊所认定的少年的人，伊就是认为爱用华语，可能对方才听有，嘛是讲较有法度理解，所以就会对相对少年的人拢是用华语即个习惯。甲心理，这物件就是若主讲会当透过专业证据有真侪做法子，拢经过了，拢试过了，搁来就是真正语言有法度平悬，就是讲伫咧即个台湾有法度华语莫遐尼独霸，迄个华语独霸的地位有法度改变，了后其他台语也是其他本土语言有法度拢甲华语会当有共。莫讲共款啦，但是至少你莫差较济，而且资源分配的时阵，可能迄个时阵，即个问题较有法度解决。我是个人认为安尼。毋知影佫有其他少年朋友来开始。我少年。你嘛是少年，来。我去看卖。对。那个梅姐是我的学姐啦，我是社工，我即摆伫台北市政府咧做工课。这是我头一届，甲足侪人讲台语我嘛做见笑，就是有一件代志，我是台南人，所以我想要讲见笑，就是讲我细汉的时阵若是讲台语爱罚钱，罚钱就你会感觉做见笑，你毋知，因为你会感觉讲我较搁讲台语迄一阵拢做听话嘛，所以呢。变成讲，阮厝的人嘛无讲台语，入学校嘛无讲台语，所以我变成讲我袂晓讲台语，你毋知？所以我感觉最痛苦就是讲，你若出去外口甲人讲台语，你就感觉讲你较
无平等啦，吼，就是讲你感觉讲奇怪，我遮附近的人拢是讲台语，咱是啊感觉讲咱是下一等的人，这是无正常的吼。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是我是学社工吼，啊社工爱做一件代志，就是讲你的案主，阮拢叫案主啦吼。啊案主呢，伊若是讲啥物话，你就爱对伊讲啥物话。吼，伊若讲台语，你就爱对伊讲台语；伊讲国语，你就对伊讲国语嘿。啊，我会记你讲，我一个同事，伊是外省人啦吼。啊，伊开始吼，伊做我嘛最感动，因为伊就看到伊的案主会晓讲台语，可是伊听无。可是伊就甲伊讲，若无你讲台语，我听看卖嘿，啊伊就开始学台语吼。啊，学台语的过程内底，伊就感觉讲，伊甲案主的关系变无啥共款。吼，因为即个案主就感觉讲，你会用听我的话，啊，你会晓讲我的话，虽然你讲袂认真，可是你做认真，吼，伊就感觉你要知影咱社工甲人之间吼，上重要就是迄关系。啊，你迄关系若有，你甲伊讲吼，讲一句比别人讲100句较有用吼。所以我会感觉讲，这会理吼，即个私语，我是感觉讲，咱一定走去迄私语症，你知影？就即个语言要变无去啊，我嘛真烦恼。所以我就是因为我的学姐的关系，我是去年吼甲伊相认，因为我应该以后捌伊吼，伊是离社会系，我是社工吼。啊，我就是去年遇到伊，所以我就听伊台语演讲，我就感觉讲哇，台语演讲诶，这件代志真正足好诶。所以吼，我去年啦，去年应该是讲今年，我就等于厝里的时阵，我等于台南，啊，应该等于台南的时阵，阮拢讲国语啦嘿，我就甲阮兜诶人讲吼，咱今仔日转来吼，拢爱讲台语，免讲国语，所以就啊，就开始讲台语啊。可是咧讲台语的过程吼，大家就做欢喜的，因为你就感觉迄种感情搁转来吼。啊，今年嘛是我嘛转去的时阵，阮小弟就讲，伊转来吼，咱即摆拢爱讲台语，袂讲台语。啊，我嘛是伫阮的同事嘛是咧练习啦吼，因为有当时真正就是安尼讲，就是看即个面。就毋知讲伊是听我听无，因为伊嘛无甲我讲。定定我问伊讲，你敢听？伊讲我听，可是我袂晓讲。吼啊，所以我就甲伊讲，无要紧，我甲你讲，啊，你若听无，你会甲我讲嘛吼。因为我嘛是咧练习，因为我嘛是讲无啥认真吼。所以我真正今仔日听着遮济少年囡仔拢会晓讲台语，我就足欢喜的，因为我就感觉讲，安尼我会来讲，我是安怎私语，即摆私语要转来吼。就爱练习，啊练习就是希望大家讲台语做欢喜，多谢。好啊，感谢咱这位社工师吼，会当各位拢来参加咱台语沙龙的讲座，就是拢来听台语安尼啦吼。啊，搁咱基金会呢，咱的头前即排第1位，咱这白头毛的这个，这是迄个邱文杰老师，伊邱老师伫咧李港社台语文教基金会，逐礼拜1吼，拢有这个台语文读册会吼。所以若是对读册吼，对读台语的物件有趣味的，拢会当。6礼拜1暗时来基金会，来做伙读册啊，也是讲像即个拄则下都岛吼，即个念册会啦吼，即个拜5暗啦吼，伫咧即个无地加 B 啦吼，也是咱即个拜3暗时吼，台语啥拢有工做，就是咱伫咧无共所在、无共人吼、无共背景、无共年岁拢不要紧，就是尽量来有台语的各种的活动安尼，这是咱本身基层草根会当做的。吼，啊，当然参加读写班也好，还是讲参加什么款课程，增加家己即个读写能力，这拢是方法之一啦。吼，啊，对家己做起，这大家拄则拢有分享介好啦。吼，啊，毋知影敢阁有其他会先前友志朋友要分享啊？拄则即个慧慧敢有要补充即个讲题相关物件？吼，安尼吼。好啊，咱的即个时间其实嘛差不多啊啦吼，啊，伫遮先有过迄个后个月的即个台语沙龙有工作吼，是即个3月初6吼的暗时，赶快伫即个所在。啊，后个月是邀请目前伫中研院台史所吼啊，在做历史计划即个王昭文小姐吼，来咧讲啊，对王昭文。
的作品，就是王昭文女士要来讲王昭文的作品内底的台湾女性加即个台湾史的物件啦吼，这是伊会讲第大家讲即个物件所以3月初六吼，就是后个月会场啦吼。另外就是对拄则有先前讲起即个有关台语公共电视台吼的即个部分，公共电视的即个台语台目前当咧筹备中啦吼。虽然目前咱还未看到成果啦，毋过就是大家会当继续关心即个议题。伫咧7月份吼，我毋知影是毋7月初，你讲我毋知有确定无，反正就是7月啦吼。有即个推报吼，即个代志目前听讲是有传各种的节目啦，毋过我想咱头期先可能无法度讲期待一个就做到偌好，因为这是一个长久扭曲体制下目前虽然讲透过大家拍拼去甲伊催生出来，毋过讲实在目前的经费还阁有互剁掉，还未恢复的部分吼，阁有就是还未足正常化，所以咱应该爱继续甲伊关心到督促吼，就是讲若是伊7月开报吼，咱会当去看伊有啥物款的节目，有啥物款的建议、批评、指教吼，拢应该爱互因知影。另外就是其实伫咧即段时间，因有咧开始找新人才吼，就是讲有对台语电视台有趣味要投入的朋友呢，其实嘛会当考虑伫即几个月吼去参与即个因咧找人才即个部分，吼去应看卖吼。对台语新闻也是台语节目的即个工作人员，大家若有趣味要参与的啦吼，咱才会少年辈在做，若有趣味要参与，其实拢最近就是有在找人才的即个过程吼，即个部分嘛，请大家会当来关心甲投入啦，因为拄则讲台语转型正义，即个电视台当然嘛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咱毋知伊会当做到啥物程度，嘛袂当干那靠这个部分，也是需要坐所在，包括咱过来有即个所谓的国家语言发展法，要安怎去定施行细则，伫即几个月可能会有消息出来，就是会办公听会，要去探讨即个施行细则的逐条的即个内容，希望讲到时嘛是会当咱在座各位甲即个公听会当踊跃参加，甲你的意见尽量表达。有啥物无理想的条文，咱爱去甲伊叫因来改，爱修正互理想。这是目前伫即个无奈体制下，咱可能原来是爱去做的工作啦。虽然毋知伊会当做到啥物程度，毋过咱也知影，台湾伫即个市民统治的即种体制100多担的状况虽然即摆是无正常的状况，毋过总是台湾有生出一个语言政策的物件，这是历史上头一摆。就是讲伊的无理想，咱知影有无理想，总是第一个有关台湾语言的即个法案，也是讲电视台，这拢是第一个历史的第一个。所以伫遮是补充遮个资讯，互大家。